嗨，你哋好，我係 Markio 今日呢就會開封2包英雄龍之傳說，事不宜遲，開封第1包。其實我心急得滯，開封咗，知道結果啦，就唔好話我自製嘅 ，sorry 嘅咁多位，心急得滯，因為實在。我知道今次結果呢係嬲到唔使入套都得啦。就係白卡一沓，睇下同 MM253嗰個命運都係一樣，都係白色之王嚟噶啦。又做第2啫。第2包，企鵝大角，就係有一隻閃嘅，就係中咗呢隻天災之和風，好開心。呢隻 OK 嘅，呢隻效果屈機。我嗰區都賣到值錢80蚊啦，呢隻呢，就我嗰區都賣80蚊嘅，就冇嘢講啦，記住 like 我同埋 subscribe 我，今次就完啦，拜拜。